我們的人生總是步履匆匆，仿佛每天都背負着看不見沉重背包在爬坡。誰能替人扛起這重擔該多好？但在耶穌降生700年前，先知以賽亞就預言了這個切實的盼望，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。以賽亞書53:11，在這裡擔當希伯來語 sabal 的意思是將極沉重的重擔扛在自己肩上，即使吃力到窒息，也要堅持搬運到目的地。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，耶穌將我們的罪孽、羞愧、罪惡感以及我們本該承受的上帝的憤怒與審判，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。他完成了這個擔當 sabal， 那份量該有多重啊！創造天地的主親自承擔了全世界的罪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體被破碎，鮮血染紅了土地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那哀鳴是代替我們發出的。上帝竟然讓自己親愛的獨生子被如此踐踏，他為什麼要這樣做？正是為了讓我們不再背負那重擔。我們無法靠自己脫離這負擔，但今天耶穌對我們說：你平生所背負的一切，我都已扛在肩上，拼死在十字架上了。現在放下那重擔吧，不要再掙扎了，你現在自由了。親愛的朋友們，如果今天你的心中仍因過去的失敗和罪惡感到沉重，或者因對未來的恐懼而徹夜難眠，請仰望十字架，你所有的重擔都掛在那裡。在耶穌鮮血染紅的那棵木頭上，你的罪和痛苦已被釘牢。耶穌為你而死，他渴望你獲得新生。現在，請把那沉重的背包卸在耶穌腳前，他今天依然向我們伸出雙手。願我們都能緊握那雙釘痕手，依靠十字架的愛與能力，享受真正的自由與安息。